人個個都係時間管理大師，1個鐘頭可以做完3件事，1日可以去5個地方。但你有冇試過有一日冇任何行程表，淨係對住一座山、一個湖、一片藍到唔真實嘅天？西藏就係咁樣嘅地方，你唔使精通攝影，喺羊卓雍措湖邊隨便一望，就係電腦桌布嘅級數，湖水藍到似油畫，淨係睇住風吹過水面嗰陣漣漪就夠你放空半日。你唔使識晒所有藏傳佛教嘅典故，淨係企喺布達拉宮腳下，抬頭望住嗰500年前砌成嘅紅白牆身，陽光曬落嚟，連石頭都會發光。你自然會明白點解有人願意千里迢迢都要嚟到呢度。你仲可以去藏民屋企坐低飲杯酥油茶，聽下佢哋點樣用成日時間煮一餐飯、轉一圈經、曬一陣太陽。原來慢唔係懶惰，而係另一種生活嘅方式。今個夏天，不如俾自己一張機票，由香港嘅高校飛去西藏嘅寬廣，儀態西藏團直航往返，全包膳食，無自費加油，仲有醫生隨團。你嘅旅程而家就可以出發。有興趣嘅話，喺評論區留低8888，我哋會將詳細行程分享俾你。